近排我真係好忙啊，好難得先仲有機會再整返啲片，帶大家去睇一啲好靚嘅高爾夫球場啦。就好似今集咁，個景色係咪好靚呢？靚之餘仲要有難度，呢個球洞我開咗2次波都唔得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啦！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返嚟收睇 Tuesday Channel。今日我哋就返咗大陸打高爾夫球。而家其實係農曆年嘅假期裏面嘅星期六嚟嘅。咁我哋返嚟打呢個高爾夫球點解咁特別呢？因為呢一場波應該係全個大灣區裏面應該係最平嘅一個18洞嘅高爾夫球會嚟嘅。我哋而家就喺東莞嘅華龍高爾夫球會。我哋第一場波只係需要570蚊人民幣嘅啫。咁我哋今日就帶大家睇下呢一個咁平嘅高爾夫球會係點樣噶啦。好啦，行咯。華龍高爾夫球會出名性價比高嘅，所以都非常之多人嚟打波。我哋打8點幾，第一個洞就因為塞車啦，所以我哋就要去打第2號洞開始。第2號洞係一個趴貨嚟嘅，第一球就要過水啦。睇下點先。哎呀，落咗崩卡啦。好啦，第3號洞係一個 par 3嚟嘅。呢個 par 3都要過水噶。你睇下，啱啱開始2個洞嘅開波位都有過水嘅難度啦。唔知之後係點呢？華龍高爾夫球會原名係中信常平，係位於東莞常平鎮嘅。響皇崗過嚟大概50分鐘到1個鐘頭車程啦。如果喺深圳灣就大概係1個鐘頭15分鐘就會嚟到華龍高爾夫球會啦。適合喺香港週末快閃返嚟打 golf 啊！我覺得呢度嘅果嶺非常之靚啊，有灑水好似噴泉咁啊，幾特別。時間尚早，個太陽都未係好猛烈，所以地下都仲有啲水。嚟到第4號洞趴4，一個對比起頭先嚟講比較容易啲嘅球洞啦。話口未完，又去到 hole 5 par 3，又係啲過水嘅洞。一打得短咗就好容易碌咗落水啦。唔知我呢球點樣呢？好似幾好喎。呢個球場喺2005年已經正式開業噶啦，係由澳洲著名嘅 TWP 高爾夫設計公司嘅首席設計師 Peter Thomson 操刀設計嘅。Peter Thomson 係有個花名嘅，叫做 Melbourne Tiger， 係澳洲最偉大同埋最成功嘅一位 golfer。佢設計嘅呢個球場，我覺得非常之有趣同埋好靚啊！成個設計以自然同和諧為主題，最大限度咁保留咗原有嘅地形地貌。最特別嘅就係大家可以留意下啦，呢個球場係3面環山嘅，所以就唔會話太大風。冇聽錯啊！我今日真係打得好好啊！龍華高爾夫球會成個球場係有18個球洞嘅。呢個球場有將近10幾個人工湖連成嘅水系，沿途仲有好多荔枝樹，當地嘅糯米糍荔枝樹周圍都係。呢個7號洞係我覺得其中一個比較難嘅球洞。你睇下嗰支旗，其實喺呢個角度係睇唔到嘅，佢窩咗落去，所以就有壓力，打唔到咯。8號洞 par 3，相對性容易嘅一個3桿洞。呢度嘅球洞普遍嚟講，球道兩邊都有樹林啦，同埋有水障礙，所以如果開波唔穩定嘅話就真係好難搞啦。嚟到第10號洞 par 5，即使喺紅 T 開波都要飛越障礙物先可以去到 fairway 嘅球洞嚟嘅。12號洞又係一個好有趣嘅球洞，係一個9臂洞，
你睇下我開波嘅位置呢，其實唔係好睇到個 fairway 㗎，所以呢，開完波都要問一問個 caddy 嗰個位置安唔安全㗎？而且佢係向下波打嘅，支旗呢係比開波位低。嚟到第14號洞Par 4，又係啲要過水嘅球洞啦。呢個洞呢，就係華龍嘅魔鬼洞，喺藍 T 即係男士開波嘅位置飛過去呢，你睇下個球道係幾咁窄，而且呢要過2節水嘅，所以開波嘅位置呢係非常之有心理壓力㗎。睇下我第一球就完全打唔到，第二球睇下點先。都係跌咗落水啊！真係太有心理壓力啦！你睇下，要打到去呢個位置先係安全會上到 green。即使嚟到呢度呢，因為高低不平呢，我個波又飛咗去右邊啲小斜坡度啦。終於打到上去個 green 度啦，以為好安全，一啲都唔容易咯。所以呢，我覺得呢個洞係最難嘅。16號洞Par 4係一個有高低落差嘅球洞，喺發球台開波呢，係落斜咁樣打落去個球洞度嘅，而且 fairway 比較窄，所以呢一個16號洞都非常之有難度啊！好啦，我哋嚟到最後一個洞就係打返第1號洞Par 5啦。相對嚟講呢，呢個球洞就容易啲啦，因為呢，你睇下個 fairway 幾咁開揚，都係一個偏直嘅球洞。大家就一齊陪我打埋呢幾桿啦。第一球呢，我就打咗落bunker卡咯。睇下呢一球bunker shot 打唔打到出嚟先？哇，個bunker卡都好高啊，所以呢，就要將個桿面打開啲。將個波呢擺喺隻左腳多啲，然之後打。OK， 成功打到出嚟啊！可惜打咗出嚟之後呢，佢又碌返去第2個bunker卡度，喺個 green 前面嘅一個bunker卡。哎呀，因為冇打到沙，所以呢個波飛咗去個 green 嘅另外一邊啊！好，等我追返個波先，就係咁樣呢，好快呢，我哋又打完18洞返去球會嗰度啦。揸車返去球會嗰度執埋嘢，俾埋 caddy fee 呢，我哋揾個地方傾下偈啦。又係眨下呢，我哋又打完18個洞啦。咁今日打呢個18洞呢，我係非常之開心嘅。除咗因為佢嘅價錢係非常之平之外呢，570蚊打18洞，我真係邊度揾？另外呢，就係佢平之餘呢，係令我有啲喜出望外嘅，因為呢嗰個球場嘅質素啦、啲草地啦都非常之靚啦，保養得非常之好。咁另外呢，佢係啲Par 4係比較短嘅。咁所以呢，我今日都打得非常之好。今日連續打咗5個Par，咁所以呢，我係好開心，係啦。咁我之前嚟之前呢，就覺得哇，570蚊咁平，肯定有鬼㗎啦，係咪啲嘢好爛㗎？佢又唔係㗎喎，個球會呢，乾淨整齊企理嘅，係可以沖到涼嘅。啲廁所嗰啲都 OK 啦，咁當然你冇 expect 話係超級靚啦，咁所以咧就係俾我感覺咧係非常之 surprise。咁另外啦，嚟呢度打18洞之外咧，如果大家打完18洞唔夠喉咧，想再練下波係 OK 嘅。咁你見到我身後面呢個練習場啦，咁佢就係50蚊咧就會有一籃波。咁一籃波就60個波嘅，咁啊大家可以咧喺打完18洞之後或者之前啦，可以練下波，去再感受一下，增進下自己嘅技巧啦。同埋咧，佢呢度係距離皇崗只係50分鐘嘅車程嘅啫，分分鐘咧係快過你去滘西洲嘅，所以咧我應該嚟緊都會繼續即係翻嚟呢度打波啦，咁啊練多啲波，等下自己再進步多啲。
咁好啦，我哋今集就係咁先啦。記得咧睇完我嘅片咧就要 subscribe 啦 ，forward 俾朋友睇 ，like 同埋俾啲 comment 我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